这个动词字根，目前我是只有4个，带啦、带尼、马鲁、阿鲁，就这样这4个哈。所以我们待会的造句其实就会使用这4个而已。好，我先说明一下。好，我先把这个图先说明一下好了，就顺便复习啊。我使用的字根是带啦，带啦。然后如果我们加一个前缀，就加一个嘎带啦，会变成祈使句，对不对？那加前缀我这边有3个哈，我使用这个嘎带啦作为我们的字根，加前缀嘎的话是变成祈使句去的意思，嘎带啦要去那我使用这个嘎带啦当做字根，加前缀的话会有2种，一个是萨嘎带啦，第二个呢是巴嘎带啦。那萨嘎带啦就是去的工具跟方法。萨嘎带啦是去的工具跟方法。那巴嘎带啦是让谁去，使谁去这2种。好，那如果这个嘎带啦只加后缀呢，只有一种，就是嘎带啦按去的时间或地点。好，第3个如果是嘎带啦加前缀又加后缀那也只有一种，就是萨嘎带啦按想要去想去萨嘎带啦按。好，那这个带啦，我们再看这个图带啦加一个前缀，刚刚是嘎嘎带啦是祈使句，那如果再加一个，如果是米巴带啦呢，就给谁去给什么什么去米巴带啦。那为什么会这边有一个刮胡因为我们讲这个巴带啦是使谁去让谁去的意思，但是我们在句子结构的时候会加一个咪那变成动词了。米巴带啦给谁去？好，第3个加一个前缀带啦，加一个前缀哈利带啦，就变成很喜欢去，很爱去好，这3个带啦有3个可以使用前缀的方法，个带啦、米巴带啦、哈利带啦，这样子。好，我们再继续往看，如果是后缀呢，带啦只加后缀呢，有两种，带啦 n 也是去的意思跟那个嘎带啦是很类似的，不过可能有一些比较级的部分，就是说，就是说比较严肃、比较严重的这种感觉上的问题嘎带啦跟带啦按、带啦 n 在语气上会有一些差距了但是意思呢都是祈使句，都是去的意思那如果是带了爱加一个 ay， 带了爱是去的人去的人。好，那如果我们使用这个带了，刚刚都是前缀有3个，加后缀的有2个。如果是带了前后都加缀词呢，我们会把这个用这个带了 n 将要去的什么什么什么将要去的人、车、物都可以将要干嘛的。但是这个搭
它是因为这个傣拉它的第一个字跟第一个字是 t 哦，所以我们就重复子音，它的子音是 t 的，所以我们就重复子音，然后加 a 啊，就变成傣拉傣拉 n， 就是要去将要去的。好，我大概这样说明哦，但我们后面其实也可以从句子里面去学习哦。好，这个图形的这个动词字根就这四个了。如果你有想到别的，你也可以提供哦。来了，等你马热，好了，马热跟阿其实是一样的。好，我们上一次是讲到句型一哈，我直接就从句型二开始讲。不过在我们正式讲这个句型之前哈，我先来那个说明一下，补充一下上一次，就是我们在上课的时候有提到的一些问题。我之前我再把这个 PPT 转过去哈，我之前有 PO 了这个，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看到哈？这个中缀的这个 OM 型的动词字根哈，有12个，对不对？然后我之前把这个6、7、8、9、6、7、8、9，我把它删掉，对不对？各位有看到吗？那因为有老师有查到哈，就是10跟11，我之前是把它删掉哈。少哇跟 sla， 我之前把它删掉，然后有老师有查到，就是它其实也是中缀的。哦，那其实我们阿美族的族语是这样子的，可能时代也久远，所以有一些演化演进哦，就是说会各部落在使用上还是会有一些差异。那个差异不能现在没有办法去说谁对谁错，只是说在他们那个群聚里面是这样习惯说法哦，那就延续那个部落的说法。所以我也更正一下我的说法哦。我这边所提供的这个12个哈，全部都是重罪啊。我要更正一下我那个上一次的说法，因为我是这样，就是我认为我们部落没有使用，那我自己也不习惯，所以我就先把它删掉。所以我上一次只提供了1、2、3、4、5跟12，对不对？9跟12，我上次是提供这个，其他的我都把它删掉了哦。但是各位老师跟同学哈，就是这12个其实都是重罪啊。那有老师只找到了这个10跟11，他有在这个 FB 留言，就提供了这个少跟 sla，它也是重罪词哦。那我自己习惯上没有，也没有听过部落这样说哈 s u m w a 或是 s u m l a 都没有这样听过哦。但是别的部落是有的哦。那除了这2个之外呢，6、7、8这3个可能是比较难找到的哦。但是确实是有部落，或者说有一些我们族人所写的一些文章是有的哦，有这样使用的哈、哦。那个加中缀的方式都一样，都是在第一个子音后面就加进去，加 om 了哈、哦。第一个子音加 om 这样子哈、哦。好，那如果说各位老师或者是同学，你还有想到的这个中缀的这个字根哈、哦，也可以提供给我们哈，动词的哈、哦，因为感觉其实也不多这样子。好，那
我再提供一个想法哈，就是我也是刚刚才讲到，像第3个卢瓦它这个是中缀嘛哈，然后加中缀的话加 om 呢变成卢姆瓦，更正哦，我讲那个第2个哦，拉哈是成长嘛哦，培育哦，拉哈加中缀的话是鲁马哈，对不对？其实我们的部落，我自己的习惯用语没有这样用过，我们都是加，我们是前缀是 mo 叫穆拉哈，我们都是这样讲。我几乎也没有听，在部落里面没有听到说是那个鲁马哈，没有这样讲但是有的部落是这样使用，所以我们就用，所以这个12个是没问题的。好，我希望各位可以听得懂哈，这12个都是中缀词。我们再回到我们今天的课程我们就从这个句型2开始。我先来念这个句型2Usakatayra aku iniaro numaku kuni asma。好，我念慢一点哦。Usakatayra aku iniaro numaku kuni asma。这件事是我回去部落的原因。好 s a k a t a y r a 好，我们刚刚有讲到说，我们使用的这个字根是 g a d a y r a 对不对 g a d a y r a 然后再加一个前缀沙那它的最词就是 saga 了s a k a t a y r a 就是去的什么原因去 s a k a t a y r a 去的原因、工具或方法s a k a t a y r a Sakatayra aku inyaru aku，就是我去部落的，我的部落的原因是什么呢？古尼亚什么？是这件事，这个古尼亚什么？所以完整的翻译是这件事是我回去部落的原因哦。好，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因为这个字根只有4个了，那我们就只能从这个造句后面来变换你用 daira 或者是 aro、maro 都可以就这4个daira、daini、maro、aro。好，我们就使用句型2来造句一下好，我们就慢慢写句型2好，在写之前边听我这边句型2跟句型3都是嘎呆啦那我也是顺便说句型3我先来念。Usakatera aku iniaru anumaku kuni aparisin。好，他有讲kuni aparisin，aparisin 它不是一件事它是一个交通工具嘛所以在中文的翻译上就变成工具了Usakatera aku iniaru anumaku kuni aparisin。这辆车是我回去部落的工具方法或是部落的方法，这个可能比较不太适合这辆车是我回去部落的原因，也不太适合，所以这辆车只能来当工具我的交通工具，所以在翻译上就会变成这样子那我们就给各位就是句型2跟句型3它其实使用方式是一样的，只是在中文翻译上会有不同，就要看你写出来的这个所要表达的意义
好，我们现在开始来造句哈。好，那现在有一个句子哦，是凯明的，那我帮凯明来念了。我今天可以念，好。凯明，你的那个有回音，好。OK， 我看到好。Usaka Maru aku Itaiba Kura Adaya， 那个工作是我住台北的原因。好，谢谢凯明。这个句型的句子的话，这个应该要大写哦，没有注意到哦。Usaka Maru 是坐下，对不对？这边也有写哦。我这边翻成住。对，也是可以写成住。那像初学主语的哈，这个 maru 它是意思是一样的。当它意思一样的时候是讲的是坐下哈。那如果讲的是住的时候，一般都会使用 maru。我举一个例子哈，一个 gisu maru， 一般都是问，应该是说99%以上都是问你住哪里。那如果是用阿若呢，坐下呢，也可以这样问了哈。那我先不要提到这个，我们先讲这个句子好了。Osaka Maru 住的原因哈，我住的原因是因为这个工作古拉阿达亚的哈。我现在讲的是这个讯息栏的哈。所以那个我先给老师或者是那个学员说明一下哈，因为上次有人跟我讲说我在讲哪里哈，我讲的是在讯息栏，就是通话讯息栏，所以你一定要把你那个讯息栏打开，你才知道我在讲哪里哈。好，讯息栏里面就是第一个句型哈，Usakamaru aku di Taipei。我在台北住的原因哈，住的原因，在台北住的原因是什么？古拉阿达亚是那个工作，所以中文翻译完整的翻译，正确的翻译是这个工作是我住在台北的原因哈。Usaka maru aku i Taipei古拉阿达亚了，这样子哈。好，它这里使用的是原因哈，因为要看你写的这个句型哦。所以它不会可能是那个工作是我住在台北的方法，比较不适合。那个工作是我住在台北的工具，也不对哈。所以原因是比较好的翻译方式。好，我再请我们鼓励我们的老师学员来提供句型。老师不好意思，我请问一下，他那个住通常是麻肉比较多还是阿肉比较多？我刚刚想了一下，就是好像它的比例上没有去做谁多谁少因为我刚突然想到说，你照顾 RS 也有可能是指住在哪里，但是它在语义上也有可能是你坐在哪里，都可以这样问，然后就变成我们要看那个我们当下的那个处境啊。如果我们是在教室这样问，或者是说在车上坐火车、坐游览车问这样的话，一般都是问你的位置在哪里了。
那如果不是在那样的处境里面，一定会是问住在哪里嘛？你住过阿罗苏，你住过马瑞，这样，我这样可以吗？可以，谢谢老师。我刚刚突然想到说，这两个好像在比例上没有太大的分别，是使用上不同而已。我这边有一个修正，我觉得好大写。好，我们线上的老师同学哈，可以再提供句子啊，练习的句子。像我再回复一下哈，再回应一下刚刚那个卡照所讲的那个问题。这个马勒马勒，它的意义上是字义是一样的哈，使用上可能又不太一样，使用的方法上，你看啊，一抓一抓技术阿勒，这样就没有办法，这个文法就不对了。一抓技术马勒，这样才对哦。那阿勒要怎么用呢？一抓咕，它变成动词跟名词的区别了。好，我们这里，好，我们请苏贤，苏贤可以念吗？好，那老师等我一下，我中文还没打。好。所以森龙哥，你刚的意思是说，马若就是用动词来使用，如果用阿若单纯的话，只能当成名词用，是这个意思吗？对对对对，我是这个意思。所以它那个句子的使用上就会有差别。那所以这个无形的这个动词字根，我是建议哈，我们来使用这个马勒阿多看看，看看会不会成立。我们先请那个好了，先请苏贤老师来念他的例句。嗨，Usakataini aku ku biasa dunia likut。买这件衣服是我来这里的原因。好，谢谢苏贤老师。我们来看那个讯息栏哈，苏贤的句子。呆腻哦，它这根是个呆腻嘛，我是个呆腻来嘛，我是个呆腻阿姑，我来的原因哈，那什么东西呢？姑比阿扎杜尼阿里个，就买这个衣服比阿扎杜尼阿里个，买这个衣服是我来这里的原因啊。好，其实这个也很简单哈，在意义上不难去理解，不过句子少了一个句号。好，Usakataini aku biasa dunia likut。好，如果我们线上的学员，就是你在讯息栏中看到别人的这个造句哦，有问题的，或者是我可能没有讲到的，也可以发问哦，没有问题。好，我们请 Alex 来念例句。Nauhani sakahatanaman ji uhai tu zajiao usaka malo ni uhai i ada bawan kunia semak
因为我还想要学习族语，这件事是我还住在太原的原因。好，谢谢 Alex 哦。那智慧先稍等哈，我们先来看这个Alex 哈，没有关系，Alex 因为刚刚可能没有仔细听我所讲的哈，其实我们的字根是使用这个我看一下哈，我们字根是使用那个中缀的这个无形的字根哈，还记得吗？有啊，他用马肉。有没有看到这个？好，在第二句，好，我们来看啊 ，Nauhani Zaga Hatatanaman Zaga Hatatanaman Ji Ohai Du Zajiao Du Zajiao 只是画哈，Zajiao no 帮仔，Ohai Du Zajiao no 帮仔，好，这是阿美语哦，Zajiao no 帮仔是阿美语。Zagamaro ni Ohai I Palapawan Kunyasan Sagamaro 住下来的原因哦，Sagamaro ni Ohai 住下来的原因住在哪里呢？与阿拉巴湾，那是什么原因？Kunyasan 好，好，这个 Sakahadanaman 想要在这里它的中文翻译叫做想要学习嘛。那这个也有另外的写法哈，所以这个还是会牵涉到每个部落的习惯用法哈。想要学习，我也可以写成这个 Sabinanaman 更简单。那你 Sabinanaman Sabinanaman 也可以哦。那他这边写 Sakahadanaman 有海都在叫 no Amis Usakamara ni Ohai di Alapawan Kunya Semak。好，谢谢 Alex 啊。那我们再请智慧来念一下你的例句，谢谢。Sakatairaniam Itakao Kurabariting， 那部车是我们去高雄的交通工具。好，谢谢。Sakatairaniam Itakao Kurabariting Kurabariting，其实都是可以的哈。那这个有没有一定要加一个啊？请我们老师回答我哦。好 ，Kurabariting 或是 Kurabariting 都是可以的，在语义上是可以理解的哦。好，谢谢智慧老师的提供。好，还有吗？以这个例句哈，我刚刚有讲，就是句型2跟句型3是一样的哈 ，saga 带让 saga 哈，那两个都可以使用。好，我们请那个 Sandy 来念你的例句。嗨，Sakatani aku ku misalnya do guriju， 借脚踏车是我来这里的原因。好，谢谢。这个带你来的哈，这个带你aku ku misalnya do guriju。我来想一下这个句子哈。我先谢谢 Sandy 啊。嗨，我来的原因哈，来的原因是什么呢？古是各位不要去只称的是后那件事嘛哈。我是卡丹尼亚古曼就是你扎了有的古里酒哈。
Usakataina ku Mitzalio to Kuritiu。原则上这个句子是可以理解的哈，我只是再多想一下，就是说，这个后面这个地方古后面一个哈，古米扎溜都古里旧哈，会不会有问题哈？我目前还没有想到会不会有问题。我这个带你啊古米扎溜都古里旧，老师是不是要用比杂六？我来念一下啊。这个带你啊古米扎溜都古里旧，对不对？跟刚刚那个你那个很像，对不对？比阿扎比扎六都古里旧，我这个带你啊古比扎六都古里旧，那个 Sandy， 所以你这个应该要使用比扎六，比杂六吗？因为我也不太确定，所以我就写看看。应该写比扎六，因为那个是要比杂六。对。哦，好，我订正一下。好来。好来。我再念一次哈 ，Sandy 的这个句子，我萨克戴尼阿古古比扎六多里就，这个在语法上会有一些问题哈。那我刚刚会犹豫的原因是，我觉得在语法上有问题，但是我不会去讲，这个可能要你们去上课的时候哈，就上那个朱庆义老师的时候，你可以问他为什么我这里我讲不清楚，但是在那个语感上，我觉得是不太对。所以刚刚那个苏璇老师有提醒我，用比扎路会比较适合哦。萨卡戴尼亚姑姑比扎六都古里就，这样就会比较适合。好，我们再继续哈。这个是句型2、句型3。老师，我还有一个问题。是。那个 Alice 的那个哈达达难是咪型的，是咪哈达达难。那你Sapi Zaka Hata Tanaman Sapi Hata Tanaman， 它是咪型啊。的咪型的话，它应该用萨比哈达达难曼才对。我刚刚不是有讲？我刚刚是用那个nanam Sapi Nanaman， 有没有？我刚刚是没有写nanam， 我用 nanam。好，因为我查字典，那个哈达达难是咪型，是咪哈达达难，所以那个它前面应该用萨比才对。对。Sapi Hata Tanam Sapi Hata Tanaman Zaka Hata Tanaman。所以那个 Alex 你有在线上哈，所以这边可能要改一下。有，我在订正，谢谢。Hata Tanaman， 那其实还有更简单的，就是Sapi Tanaman。对，其实这样写就可以了。Sapi Tanaman 就想要学习嘛。那在我的理解中哈，这个 Tanam 是尝试啦，比如说，你Tanam 我搞过美国里就是我试一下骑脚踏车，就是尝试一下你Tanam，所以它是那个主语字典或者说蔡宗煌这边怎么写的，你们就可以参考它了。我先我自己的这个理解哈，那个达南是尝试了，那米拿南才是学习，所以我刚才会讲说，
萨比纳纳曼就是想要学习，萨比达纳曼就想要尝试，我会这样解释。那如果说，当然我不是权威哈，如果足以字典，足以字典有另外的意思，有学习的意思，那也可以使用了。好，我们再看，应该还有吗？应该没有了哈。我们其实线上人数也不多，那这几位老师应该可能就是这几位老师会写了。那我还是鼓励那个线上有别的老师跟同学可以提供一下，或者是说练习一下，写一下造句哈。那我们一起来讨论这样子。好，我再继续往下。句型4，来念一下例句。我先请那个 Alex 来念一下你的那个修正版好了。好，Nauhani sapinanaman ji ohai tu zajianu panza usagomalo ni ohai i alabawan gunia semak。好，谢谢。萨卡马勒，好，你刚好，我来念句型4哈。也不送过个代拉安努马过哈，它是前后缀而已哈，加个 an。我们的字根是嘎代拉嘛，那加一个后缀 an，就是时间或地点，好，还记得吗？嘎代拉安只加一个后缀哈，时间或者是地点。那这个句型4跟句型5其实是用法上是一样的，只是我们可以把它变成地点或时间哈。Ibsong ko katayaraan numaku， Itataya ko katayaraan numaku， 就是因为它前面讲不送是地点嘛哈，所以这个在翻译上就是我去的地点是台东，在讲地点哦，不会是时间啊，我去的时间不会这样子哦。那一样的字卡达拉案也会变成时间啊，那是因为前面他写了一个时间的副词哈，伊萨萨亚古克达拉那么不，我去的时间是晚上，这样子。好，所以句型4跟句型5我们就一起写哈，那一样还是会使用这个代拉、代尼、马若。阿若这几个哈，这几个字根。好，我们请大家试试看。如果你是使用手机，可能在写就会比较不方便，或者是用念的也可以了哈，用口说这样。好，句型4跟句型5。带答案，去的时间或地点。那如果我用那个呢？阿若好像就不行哦。嘎罗案，应该我比较习惯会讲干马罗案，对不对？坐的地方或是住的地方。我刚刚这根是这个嘛哈，给它等于，所以可能这个阿若会比较不适合。好，我们请聚会来念一下句型。句型4。宜兰古嘎马罗安努马古，我居住在宜兰。好，谢谢智慧老师。宜兰古嘎马罗安努马古。
如果这这个是那个这位老师，我先说一下哈，你的这个中文翻译啊，其实是对的啦，是对的啦。我没有那个好，但是我的意思是说，我们可不可以用那个 PPT 这个方式？对，我住的地方，我住的地点在台东，是台东这样。好。对对对对。我先说明一下哈，为什么我先说一下，智慧老师写的这个其实也没有问题哦。那个主语跟中文是可以对应的哈，只是说我为什么要一直讲究说那个翻译的方法哦，就是主要是说希望我们能够对应，就是主语跟这个中文可以互相对应，这是很完整的对应。虽然可能有时候会没有办法100%对应到，那尽可能啊，因为这样的翻译方法哈，我们在口语上，我先讲中文哈，我们中文可能不会这样说了。我去台东，不可能说我去的地点是台东，没有人这样说话的啦，对不对？一定是我住在宜兰这样的哈，我住在台东，我居住在台，一定是这样说了。但是我的意思是说，我们在练习的时候哈，我们用这样的方法去做中文翻译，那这个目的是以后我想除非你以后没有要教人，这个是方便学生去学习，尤其是那种现在的小孩，因为他们都在中文的系统里面长大嘛，就是我们的原住民小孩都一样那我们不管是教我们自己的族人的小孩，或者是汉人我们用这样的方式，他会比较好学我的目的是这样子而且会比较精准，你也比较好解释这个是我的目的当然，我们说话，我再说一次我们说话不会这样说了。我去的地方是台东，不会这样说了。我们还是会习惯说，我去台东，这样子对不对？那如果说我把中文翻译好，也不说我个台南嘛，如果我们讲中文翻译说，我去台东，这样人家会很多疑问。会有很多疑问，就是我我是个库，对不对？去呢，来啦，不送，人家就会问，我们不讲搞过来啦不送就好了，就会有这些类似像这样的问题好，希望大家可以理解好，我们继续好，谢谢智慧老师。我居住的地点是宜兰，宜兰古卡马鲁安努马古。好，我们继续。好，请葛照来念你的例句。我不确定那个桃园跟巴德有没有拼对以巴德努桃印古嘎马罗安尼嘎照住的地点在桃园巴德。可是那个我也不确定，但是那个如果从念法上，那个巴就变成巴色，德的话应该用什么？对，应该是 T， 对，对不对？以巴德努桃园古嘎马罗安尼嘎照，找到住的地点。所以在这边发现那个嘎马罗安就不是指座位嘎造的座位坐的地点是在桃园巴德，那不太可能嘛，所以一定是讲住的地方
打造住的地方在桃园的八德，所以我还是会建议哦，我们虽然就是我们在翻译的时候，虽然我们看得懂族语可是可能还是要把这个桃园的那个的八德，可能那个的还是要加上去巴德努桃园那个，因为我们讲以巴德努桃园就是桃园的巴德嘛。好，我们请学生来念你的句子。Isakaturu atunglo ku kamaroan numiso。你的座位在3楼。好，谢谢学生。Isakaturu atunglo ku kamaroan numiso。kamaroan numiso。你住的地方kamaroan numiso，你住的地方，或者是说这个这个可能就要看那个，就是你当下的处境，对不对？我是在想说，那个观众去剧院啊，国家剧院那个就在位时候讲。对，所以这个还是要看那个当下的处境啊，就是说你在什么样的那个处境，在做这样的那个中文翻译，因为这样的话你的房子，你住的地方在3楼，也可以这样翻译哦。如果说没有那个处境的话，我也可以这样中文翻译你住的地方在3楼，也可以这样翻译哦。你住的地方在3楼，也可以这样翻那不过因为学生他这个是有情境的他的情境是在电影院或是剧院，所以这句翻译也是没有问题你的座位，你坐的位置是在3楼。就是上面东西，就是说东西在某个东西的上面，东路一样，就是上面东路那第3个上面就是3楼了。好，现在是到哪里了？好，我们请苏贤。是苏贤吗？对对对，好。Ano papacem ku katanian no wisang aku。我朋友来的时间在明天早晨。好，谢谢苏贤。Yanu papacem。明天早上好。Yanu papacem ku katanian no wisang aku。wisang aku，我的朋友他带尼安来的时间是在巴巴镇，如果只有讲巴巴镇是今晨今天的早晨。阿努的话，他是讲明天亚努巴巴镇过带尼安努伊朗的努马古努伊朗阿古。好，谢谢苏贤老师。搞到的修正。我来问一下看看大家的想法，看看那个凯明的想法。巴德那个地名要不要大写？P 应该要还是要，对不对？巴德诺导演好像，因为它确实是一个地名嘛，所以应该还是要大写的 P 好，我们来请那个 Alex 来念你的例句。I aturan ku kataran lora kapot sapi salamaan no lang lato kapolik I aturan
那群年轻人去的地点是都兰，他们想要在都兰冲浪。好，谢谢。我来看一下这个比较长哦。亚都兰，好，地点哦。亚都兰国 kedaeraan Nura Kaput 啊，Nura Kaput 是同伙嘛，Kaput 是指一伙人啊。那也不确定，也不见得是年轻人哈。所以那一群，那一团人，那一群人，不见得是年轻人啊。那这里 Alex 讲的是年轻人，所以如果在中文翻译，这个就是我刚刚所讲的，就是说我们为什么要，因为人家会问你啊，那个 Kaput 是年轻人，那一群老人那怎么讲？所以你就会无法去解释哈，就会不好解释，这边你要重新再讲一次。所以如果要讲年轻人，那一群年轻人可能还是要讲，就是要把这个年轻人这些要放进去哈。老师，如果我改成嘎巴嘎巴，会比较好吗？对啊，努拉嘎巴嘎巴可能就是专指就是年轻人啊，因为嘎布好，不一定年轻人，嘎布像老人啊，嘎布，那阿嬷的嘎布，阿公的嘎布，都是，所以他没有办法指称一个很固定的族群。好，那群年轻人，那群人去的地点，阿戴拉岸哈，是哪里呢？就是亚都兰国阿戴拉岸诺的嘎布。然后呢，第二句哈，Tapi salamaan 想要玩哈，Tapi salamaan nunanglah tablik di aturan。好，这个来研究一下，Tapi salamaan nunanglah tu tablik di aturan。都兰的，我们来看一下哈，因为这个每次 Alex 的句子哈，我觉得都很新鲜，然后会让人家绞尽脑汁分享一下哈，所以容许我大家来研究一下。Tapi salamaan 就是想要玩嘛哈，Tapi salamaan 想要玩。Nunangla 是他们。Do tablik。好，如果说我们从中文来翻哈，我要改一个地方，就是那个 nunangla 我要改 ，Sapi salamaan jangra 是他们，用 nunangla。Sapi salamaan jangra do tablik i aturan。Tablik 是讲浪了哈。那冲浪，因为冲浪这个是比较新兴的一种运动，再来说了哈，是比较时尚的运动，我也不知道怎么讲哈。但是从这个读语来看，虽然有摸到一点意思啊 ，Sapi salamaan jangra do tablik， 因为 salaman tablik 一般来讲，可能就是玩浪啊。玩浪，那玩浪怎么玩哈？因为我也是在长滨长大，玩浪当然就是冲啊，不一定要有板子哈。我们小时候去玩那个浪，就是去从那个沙滩跑向那个浪来的时候就往那边冲，我们也讲冲浪啊。那不管你是用跑去冲的，或是说用滑板那个冲浪板冲的，都一样哦。可能都可以使用这个字。玩那个浪，这个 nunangla 可能要改，长大就好了，第三人称嘛。Salaman jangra do tablik di aturan， 在都兰冲浪，他们想要在都兰冲浪，对，就这样子。
所以只有改那个努囊拉改成长拉，这样可以吗 ，Alex？ 好，改好了， OK 谢 OK，谢老师。好，我们再继续哦。还有句子吗？如果你还在写，没关系哈，写完你就贴上，不管那个是不是我们前面的句型，反正你就贴就对了。我们先往那个下面的句型啊，刚刚是句型5，好，我们来看句型6哦。好，句型6是前缀后缀哈，嘎呆啦加前缀，然后加或者沙嘎呆啦案，就想要哦。嘎呆啦嘎过一不送，多没大章，没大章就是每年哈，年年。沙嘎呆啦案就想要去，这个马 a 案就想要做。那如果说我们局限在这个字啊，它都是一样，方法都是一样哦。想要干嘛？想要干嘛？想要去，想要来，想要玩，都一样哈。像刚刚那个，嗯，刚刚也有人写啊，萨比萨拉曼这个也是一样啊，对，想要的意思哦。那为什么有的是嘎，有的是 b 哦？直接看那个它是什么型的字根呢？好，一样啊，我们一样写这个句子哈。另外还有应该可以完成啊，现在还有58分啊。我们待会8点休息啊。我们先来写句型6。Nakataraan kaku ipusong dumetsaan，想要去。我们一样是局限这个字根哈。Nakataraan, nakaraan, nakatainian。好，看看大家能不能8点完成这一句哦。这一句就是比较简单，前缀后缀的话，其实只有一个而已哦，只有一种而已，就是想去，有吗？好，那没有关系哈。如果你还在写，先继续写。那如果你待会我们休息的时候你才写完，那贴上去好了哈。然后那个我们先休息10分钟，我们8点的时候，我们再继续来讲解那个后面的句子啊。过路面阿努格林固，这样可不可以？然后还有那个天气很好，绑扎赖过路面阿，对不对？如果是绑扎赖阿罗米阿，这样可不可以？好，大家有没有想法？这位老师，你有想法吗？好，其实感觉上哦，我刚讲了好几个哦，感觉上那个好像都可以拿来用。对，那到底它那个细节上的差别在哪里啊？可能我们再想一下，或者是请我们线上比较有经验的老师哦，看看能不能提供一些想法哦。好，在还没有想法之前，我们先来看哦，句型7。那如果说句型6你还在写，也贴上去没关系哦。我们先往下，句型7。好，
我们先请那个好了，请 X 叔来念你的例句。好，萨嘎达尼安吉马朗伊巴尼蹦多米和扎安，然后喊你能韩国吉沙诺巴尼蹦大概国山奈大比阿扎安金拉多吉沙伊巴尼蹦。马浪每年都来新昌部落，因为新昌部落的释迦看起来又大又甜，因此他才想在新昌部落买释迦。好，谢谢 Alex。好，那我们来看一下 Alex 的句子哈。这个戴尼安就是想要来嘛哈。这个戴尼安及马浪想要来哪里呢？巴尼凤都没扎扎。好，每年哈，马浪每年都想要来新昌部落哈，这个没有问题。然后第二句，那你因为能喊过吉拉是这样，能过吉拉诺把你蹦打开嘎萨奈，哎，这个字是什么字？那个 Aaron 是不是要写嘎萨爱？果沙奈就是甜甜的，听到哦，是哦 ，OK， 没问题。打开嘎萨奈，如果在句型里面，他要不要逗点？好，我等一下补上去。等一下我还不确定哦，我再看看有没有老师要来补充哦。那个第二句，因为打开，如果再加一个阿杜呢？打开阿杜，果山奈呢？果山奈，就是的打开跟果山奈，它其实是一样的字词嘛。那如果中间加一个阿杜呢，有没有必要？那好，你能喊吉他诺巴尼风打开阿杜果山奈，如果加一个阿杜呢，就变成很大又甜的，就是加一个阿杜。然后第三句哈，打这个打就是所以啦，因此哈打这边安静了都吉他一般这个就没什么问题哈，所以他想在新昌部落买释迦哈。好，这三句其实没什么问题，只有那个啦，那个第二句的后面那边哈。那如果说在书写里面，我就不知道要不要逗点。如果没有加阿都的话，如果说不需要逗点，那可能就要大概阿都过三奈，是不是需要加？好，我们请老师，我们线上的老师哈，有没有耆老可以提供想法？我们先来请书写来念他的例句哈。书写有在吗？来帮你念吗？书写的例句是，哦，真的哥，老师你看最后一个，我刚刚有听你讲，我把它归纳一下，你看看我归纳的对不对？最后一个。好，这个是我们看那个讯息栏哦，那个
苏贤老师先暂停一下哈，我们现在来看，因为刚刚那个是搞到前面的那个句子哦，他这边有做一个归纳。Bangsalku rumiat di Kalingku， di Kalingku 在花莲哦，在花莲天气很好。Bangsalku rumiat，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 ，Bangsalku rumiat no Kalingku， 花莲的天气好，也是很好了哈。Bangsalku rumiat no Kalingku，Bangsalku rumiat di Kalingku。那第三个呢 ，Bangsal Bangsal aromiat ku Kalingku。第三个好像没那么顺哎。Bangsal aromiat ku Kalingku， 第三个好像没有人这样说呢。OK， 那个哪一个语义比较接近呢？我先看第三个，应该如果是这样呢 ，Bangsalai aromiat no Kalingku 这样呢 ，Bangsalai aromiat no Kalingku 呢？就是第二个的句型嘛。第二个是 Bangsalku rumiat no Kalingku， 我自己会使用第二个，我自己会使用第二个。哦，对 ，Bangsalku rumiat no Kalingku， 花莲的天气很好。OK， 对对，一Kalingku，在花莲的天气很好。我会偏向第二个哦。好，我们先来请淑贤老师念你的例句。那在念之前啊，那个我们线上如果老师同学有想法的，我刚刚那个凯明老师所提供这三个哦，看看大家有没有想法，思想一下。那我们请淑贤来念他的例句。嗨，Sagadainian Cipanai Milisut Ci Kacawan， Panai 想来拜访卡照。好，谢谢。Sagadainian 想要来嘛？谁呢？吉巴奈。这个Sagadainian吉巴奈想要来，做什么呢？Milisut Ci Kacawan。好。吉嘎扎万这个就是我们讲的那个，这怎么讲？授格嘛，写格、授格。那有时候会在中文翻译的时候会变成，有时候哦，就是看它剧情使用，就是当那个人名哦后面如果有按的时候，前面都一定会加那个吉巴那样吉嘎扎万。那一般应该是有两个，一个可能是指处所，就是嘎造那里。有时候我们在翻译就是嘎造那里。那在这边呢，就是指就是学格、授格啊，指的就是嘎造。米利斯去嘎造就是嘎造他自己，就变成受词就对了。所以不能讲，比如说安吉巴奈萨代尼安吉巴奈啊米利斯去嘎造，这样就不对了哈。后面要加一个 an 啊，去嘎造万受词啊。好 ，Alex 的订正，其实只有订正那个了哈，第二句的后面而已，对不对？大概啊都嘎散奈是甜的哦。好，那我们请那个智慧老师来念你的句子。Sa kamaruan Cipama ilirong nukilang Mikifali
爸爸想要坐在树荫下乘凉。好，谢谢这位老师，这句就很明确了，这是正确的。那个马尔安吉妈妈给你送诺吉朗啊，米吉法利，这个马尔安想要坐下，谁呢？妈妈，这爸爸想坐下，坐在哪里呢？伊里松诺吉朗，里松就是阴影嘛，哈，里松诺吉朗树下的阴影。啊，米吉法利，法利是风，米吉法利就是对中文翻译叫乘凉也是可以啊。米吉法利，米吉法利就是吹风，对，吹风吗？突然忘记了，乘凉也可以啊，它的意思是一样的啦。我是想说，那看能不能翻得更那个，就说我们使用构词的那个方法去翻啦。但是在我们的口语上不会这样说啦。我刚才有讲过嘛，刚才一个例子。好，那我们例句还有吗？如果没有，我们就先往下。那我再来看那个搞赵老师有再一次又贴了3句，我来念念看哦。那我们线上的老师跟同学也可以看一下哦，看看有没有什么意见。Bangzar gurumi as ikalinku, bangzar gurumi as ikalinku, bangzar gurumi as nukalinku, bangzar arumi as kukalinku。哎，好，这3句哈，我们线上主语老师有没有什么想法？我们看了，就是用对应的哈，就是说那个主语跟中文对应看看有没有比较好的那个，因为其实3句都不一样嘛，3句都不一样，可是中文翻译3个不一样哦，有的有的，有的没有的。在花莲天气很好。花莲的天气很好。花莲天气很好。森龙哥，如果我第3句把它改成花莲好天气，会不会比较顺啊？花莲好天气。哎，应该是好像应该用花莲好天气，对不对？好的天气，美好的。可是因为那个这个房扎赖，它好像也有的也美好的，对不对？是不是？房扎赖阿鲁米阿古嘎连古。我先说明哈，就是说我们线上的老师，就为什么要那么纠结哈？就是我们就是尽可能不要那么模糊啦，尽可能就是贴近，就是主语跟中文能够很贴近，就算那个说中文的时候很别扭，就像我刚刚讲的嘛，我要去的地方是台东，就是没有人这样说话了，就觉得很别扭。但是至少他在跟主语的翻译上是很贴近的。我们先要求就是他美语跟中文是很贴近的，这样我们方便去教人。那甚至于是自己在理解别人说话的时候，我们可以清楚他要表达的是什么，这样子就是不要太模糊了。所以这个是我纠结的地方。所以这3个哈。就是我希望，就是我们现在陆老师可以提供一些想法哦。
那第三个凯明老师说花莲好天气因为我刚刚也有查了一下这个防杂赖蔡中海里面它是用形容词，对不对？就是美好的，那就蛮纠结的我们再想一想那我们先把这个句型先往后发展，待会如果有想法再贴上去我们来看句型7。句型7也是加一个前缀，把个来啦就是让谁去，让什么什么去。我来念句子。个带拉去因那达关南伊不送，个带拉去因那达关南伊不送，不送是台东在伊不送台东。妈妈让我去台东，带拉是去。我这边都那个回这个回可能可以先去掉了。妈妈让我去台东，把个带拉去因那达关南伊不送。妈妈让我去台东，那好，我们就先使用这句型7来造句吧。把个带拉，让谁去还有马洛、等你都不用这3个。好像那个阿勒，好像这边就可以用了，对不对？带拉，把个带你，把个马洛，把个阿洛，这个阿洛就可以用了。句型7，我们使用这个句型7来造句如果你前面还没写完的，写完了这个直接贴上去，我们再回头来讲。好，在大家写那个句型7的时候，我们再来研究这个刚刚凯明所贴的这个。都没有老师有想法呢还是说3句都可以？老师，那个花莲对，老师，我刚翻了那个词典那个第3句方扎赖阿鲁米阿，我看那个词典上面写就是好的日子，这样就是吉日。方扎赖阿鲁米阿吉日，今天吉日就是吉。方扎赖阿鲁米阿对，因为好像这个像圣经圣经我们讲方扎赖做萨斯嘛，神圣的。对，然后还有讲圣人，也会讲方扎赖担照，就是方扎赖担照圣人有时候圣经会讲，这是用方扎赖嘛，就讲那个圣，神圣的圣。方扎赖鲁面是吉日，所以它这个吉日好像就是特定的日子，对不对？那个你刚刚翻的、查的，因为如果说那个我们讲吉日的话，好像是那种中国民间的那个，对好日子那种农历的好日子。对，它指的就是一种隐藏的意义。所谓的隐藏意义，就是说那个吉日不一定是晴天它也可能是下雨天，甚至但是那一天是吉日那什么样的吉法可能是说适合种稻，适合打猎，适合下水。有没有那个中国农历不是都会这样写吗？讲的那个吉日是这个意思，但是那个吉日不一定是好天气嘛。
哦，那我们应该也有这种日子吧？好，就是像种田啊，种有田啊，出去捕鱼的日子啊。对对对，我之前也有访问耆老，他们有一些部落会哦，就是那个，就是好像那个吉嘎哇塞他们会在算嘛，要先找一个生日子，吉日，吉日就是说看去打猎，他们会那个叫什么 m i 跌了，或是说灭造就占卜，然后今天是不是吉日？可是不一定是大太阳了，不一定是我们讲那个天气很好，是因为天空无云，或是说出太阳。我们讲防扎拉格罗米亚哦，那这个吉日就不一定是好天气，但是它适合做某一件事这样。所以如果说照智慧老师刚刚讲的防扎拉罗米亚，这边可能就不适合翻成花莲天气很好了，对不对？对对，应该是哦，对啊。所以可能就要用第二句，防扎拉格罗米亚，no 格林固这样子。花莲的，就花莲当地花莲的天气，罗米亚斯诺格林固给它防扎了格罗米亚斯诺格林固，可能第二句就会比较好。第一句好像也可以，因为前面的翻译啊，中文翻译有写一个在嘛，在花莲天气不错，防扎了格罗米亚斯格林固。哎，有没有老师？我这样刚刚这样解说哦，有，我这可以了吗？样了解了，很清楚。对对对，对啊，谢谢智慧，谢谢智对，慧。谢谢智慧啊。呃，我为什么还是会希望，就是说我们线上的主语老师，或者是就说主语很有经验的哈，我不敢讲说你是年纪大了，就是说有经验，说主语很有经验，你都可以提供一些想法啊，或者是说各部落的经验这样子。好，那我们再回到那个句型期，句型期其实也很简单哦，就是巴卡戴拉，就是让谁去，巴卡戴尼是让谁来，所以好，我们请苏贤来念你的句型。嗨，Pakatay ci akong tuwawa nuwisang misalama，阿公让朋友的小孩来玩。好，谢谢苏贤。巴卡戴尼加工读娃娃努伊桑米萨拉玛，阿公让朋友的小孩娃娃努伊桑，然后来玩米萨拉玛，这句也没问题。好，还有吗？还有例句吗？好，改造的，请改造老师来念。Pagkaaro si Kazao si Banayan Iruma Ningla， Kazao 让板奈住在他的家。好，谢谢。Bertaruh jika kau si Panayan di rumah Ningra， 可到让班奈住在他的家，rumah Ningra 他的家哈。那我来看一下哦，像那个改造老师你的那个中文字啊，那个他是对的吗？你那个是对对对，男生的他。对对，这样就会那个，如果我们单看那个中文哦，改造让巴奈住在他家，所以巴奈如果说这个中文不改的话，巴奈还是住在他自己家，对不对？这个中文字是这样理解。不过从主语来看呢，这个会比较像，就是感到
嘎造让巴奈住在嘎造的家，对不对？主语是这样看理解的。对对对，好，谢谢嘎造。我们请那个 Alex 来念一下你的句子。Pagkamalo kula isin ji sumingan i anengan pakinsa。那位医师让署命坐在椅子上检查。好，谢谢 Alex。我们来看他的句子。Pagkamalo kula isin。好，这个 Pagkamalo 稍微空一格哦，会要不然会看成同一个单字这样。Pagkamalo kula isin。那个性，那位医生哦，让某某人做哦，巴嘎马勒，就是那位医生使谁做？那谁呢？基苏明案在哪里呢？就宿命哈，呀，那样坐在椅子上，那要干嘛啊？把给上检查。好，除了空一格之外，还有这个就是那个，你看，因为是受词嘛，所以那个宿命他是被检查的那一位嘛，所以不能讲说巴嘎马罗古拉伊辛及宿命亚能让，然后就这样就不对哦，要在后面再加一个 an 哦，那一个 an 的话，前面加一个及宿命案，指的就是宿命他这个人了。好，我们谢谢 Alex 哦。那我们来继续看哦。如果有句子就是贴哦，我们再看句型吧。我来念句子哈，这个也很简单，就是那个我们直接这个字根就是逮辣而已哈，没有搞逮辣，就是逮辣而已。然后后面加一个 ay，就是的什么样的人哈？逮辣爱就是去的人哦，逮尼爱是来的人，做马罗爱是做的人啊，然后马罗爱这个就不行了哦。这个第四个，如果 ay 的话就没法使用哦，就是也不能翻 ri， 没有这样翻哦。ri 就是坐下的人，等你来的人，等来是去的人哦。我来看句型吧。乌尼亚娃娃故带来爱不送，而且后面啊，带来爱不送是去台东的人。那乌尼亚娃娃这个小孩，孤是不是是啊？这个小孩是什么？那这个孤就是指的就是后面这件事。这个小孩是干嘛的？是带来不送就去台东的人。那完整的翻译就是从后面翻，去台东的人是这位小孩，乌尼亚娃娃。带来带你爱马罗爱爱就不行哈。好，我们来看看，我们来使用这个句型吧，在写例句嘛。那我非常鼓励我们大家哈，可以学那个 Alex， 那个学生也不错啦，他们每次写的那个句子都很现代，就是我们平常很少这样讲。那虽然他们是用那个中文的思考去翻成主语哦，但是我觉得还蛮受用的哦。好，句型吧，我们继续哦。我们的这个
无形的动词字根也是快讲了2周了呢，几乎要2个礼拜的时间了，这样时间也剩下15分钟，所以我们还有2句哈，有吗？句型8有没有例句？好，我们请格照来念例句。嗨，今嘛古马罗埃伊鲁玛尼嘎造，吉班奈，住在嘎造家的人是谁？是班奈。好，谢谢格照。Jimaku maruai iluma nikazao。Jimai，好，这个是2个人的对话了哈。A 说 Jimaku maruai iluma nikazao，然后 B 说 Jibanai。好，那如果中文翻译可不可以翻成坐在造家的人是谁？哦，是Banai，其实还是可以啊。好像可以哦。可以，所以还是要看那个，所以这个都是要看那个当下的情境啊，或者说对话的前后文来做翻译的。希望那个我们如果有初学的可以理解一下哈。马勒跟马勒住可以分成住或坐下的坐，所以那到底是住还是坐呢？就看当下的情境，还有你们对话的那个前后文去理解。好，我们再请朱璇老师来念例句。Hai. Usanga ayai awitlang ako kulatani ai。那个来的人是我最好的朋友。好，谢谢苏璇老师。那个来的人是我最好，那个来的人，我们先看那个句子哦。Usanga ayai awitlang，整个ayai就是最好的，那ayai是好的嘛哈。傻就是变成比较句了，变成最。桑啊ayai awitlang最好的朋友。Numaku，阿固，古老带你爱，那个来的人啊，那个来的人是我最好的朋友。不是跟爱啊为上阿古古拉带你爱，可以了，这一句是没问题的。好，我们来请 Alex 来念你的句子。找打 AY， 吉马浪古带拉埃伊比佛安诺阿拉巴万，马达亚的金拉一地啦。马浪去太原监狱的人是马浪，他在那边工作。好，谢谢 Alex。我们来看句子哈。吉马浪带你爱，比如福安如父就是如父是官嘛，比如福安就是关的地方，就是监狱啊。阿拉巴万，吉马浪古带来比如福安阿拉巴，去太原监狱的人是马浪。然后呢，马达亚尔斯来定了，他在那边工作。好，谢谢 Alex。好，我们请学胜来念你的句子。是我这上面的句型。好。Pakatayra ku tayring jimayawan mikirin tu masislayai papaisuan i rumah ni panai。警察让马耀到巴奈家寻找遗失的钱包。好，谢谢学胜。那个带了就让谁去带了哈？把个带了都带领，把个带了不是赌啊股，把个带了个带领去Mayawan mikirim tu masislayai papaisuan di rumah ni Panay。好，这一句没问题。把个带了带领。把个带了带领去Mayawan。所以这个马耀是受词嘛哈，马耀万是被警察
就是加去哦，逮拉嘛哈，把个逮拉改令怎么样？就是警察让马耀去哪里呢？鲁马尼巴奈哈，那去做什么事呢？你给林多马西拉亚阿巴拜苏安，就这样子。所以这一句完全正确哈，谢谢学生。那好 ，AX 是少了 AY 而已。好，句型8还有吗？句型其实它那个句型也很简单的，只是换汤。我们在改那个句子的时候，其实都是换汤不换药，因为那个字根就那3个嘛，4个。好，我们再往下哈，句型9。句型9 ibu sungguh Atairaan Numaku。好，那个我们一样那个字根就是呆拉而已哈，呆拉，然后加前缀后缀哈。那后缀是 n， 呆拉 n 的 en。那前缀呢，就是重复字根，不是重复字根，重复子音这个子音哦，重复子音再加 a 就是呆拉 n。那个是马若呢？马若 n。不是 R N R N 就变成这样子哦。呆拉都是 T， 都是打呆拉 N， 呆尼 N。好，不送过打呆拉 N 马库，我将要去的地方哈。那中文翻译呢？如果是把这个框起来哦，它是可以省略了。我将要去台东，我将要去的地方是台东。我将要去的是台东，我将要去的其实指的也是地方啊，所以也可以省略。我将要去的是台东。好，如果我们用这一句来那个呢，写写看哦。也不送过的台湾那么酷，一个人过的台湾那么酷。的台湾的台湾的阿罗恩，如果是马罗那么马罗恩。这个马若，没关系的，各位你先写这个马若，如果是当做字根的话，会不会有问题？马若恩。好，我们来写写看哈，句型9。这个字根哈，我们来看改造的句子，请改造来念。我少一个连哈，没关系。我拼错哈，一家林姑姑阿罗恩尼改造阿努基拉阿米赫扎，明年改造要住的地方是花莲。好，谢谢改造。一个人姑姑阿罗恩尼改造，努基拉阿米赫扎，明年哈。阿努基拉阿米赫扎，米赫扎是1年嘛？努基拉阿米赫扎是明年。然后明年要干嘛呢？家人姑姑阿罗恩改造，就是改造将要住的地方了。阿罗恩将要，所以改造这边中文翻译，如果再加一个将，就比较好哈。明年改造将要住的地方是花莲，这样子哈。阿罗恩。如果是马罗恩，可以吗？可不可以？一家人姑姑马罗恩，你改造
jila amehda mamaruan.哎，老师，你说我那个阿罗恩要改成什么？你再讲一遍，我刚没听清楚。没有，我没有说要改，我是说中文加一个江啊，加个江哦，好，OK。对，那个在江要这个地方是花莲这样。好，我们请学生来你的例句。Ipapanu aluku tatayaan aku。我将要去的地方是河流上游。哦，谢谢。Ipapaunu alu tataraan numaku aku 也可以哈。好，因为时间还有4分钟哈，我先讲句型史，刚好可以讲完这个单元哦。那我们一样继续写，句型久的也可以继续写哦。好，这个也是一样哈，就是呆啦，字根是呆啦，然后加前缀，把呆啦，对，把呆啦个过去。Padahal aku di Panayan， 你带那个故以及Panayan这一句哈，要有一点过于省略了哈。你带那个故到turun以及Panayan这样也可以哈。我带 turun 去巴奈那里哈。这个巴达拉就是说，你看啊，我再回头我们那个这个给什么去，或者是说带什么什么去哈。把 free 刚好给把带啦给什么去，是带什么去哦？回到句型来看哦，带啦就是也是拿过去的意思哦。你把带啦个过以及把那样，因为这一句是没有不完整啦，因为它没有那个没有受词哦。把带啦个过多论以及把那样这样可能就比较完整哦，有一个东西在。好。把带那个故，我带什么东西哦，去给巴奈那里，就去巴奈那里带什么东西，把带那哈去，我给什么东西去，所以用带会比较适合。我带什么东西去巴奈那里？那我带独论去巴奈那里，你把带那个故独论哈。独论受词前面一个独，你把带那个故独论以及把那样去把那里。好，这个又我刚刚有稍微解释一下哈，以及把那样，这个就变成一个处所哈，及把那样，我们刚刚都讲的是受格嘛，结格，就讲把奈他这个人哦。那这边讲的是把奈那里，把奈那边，是讲是一个地点哦，所以它有两个，只要那个专有名词，人称的专有名词后面 an 前面一定要加一个几，把那样，那它会有2个，就是指的是把奈他自己，就是受词来使用哦，那或者是地点处所，就是把奈那边是一个地方，把那样，咱们有2种。好，有没有句子？有没有例句？我这样讲一讲，现在已经不到1分钟了。好，如果有人在写句，赶快贴上来哈，要不然时间就到了。现在已经9点了，我们有句子吗？好，我们请学生哈，
请学生来念你的句子。来，把带拉吉伊娜都时间以及夫妇案，妈妈带菜肴到阿嬷那里。好，谢谢学生。巴代拉吉娜，巴代拉吉娜妈妈带什么东西呢？起干这食物哈，菜肴。然后去哪里？以及夫妇案在阿嬷那里。所以这边也是一样啊。吉娜案、妈妈案、吉夫案都是指称的，这是一个地点哦。那在阿嬷只是说我们用来指称那个地方的一个标记啦，就是他所在的那个地方，这样子。好，这句很正确啊。那谢谢学生，我们时间也到了哈。那我们可能就上到这边。那如果有任何的问题一样哈，就是我刚刚有看到就是那个，就像智慧老师他发现了一个问题，然后就在脸书上，就是我们那个主语槽就留言哦。那我